台北捷运淡水线叶线的人树林站，70早起呢，有民众撞入去铁轨路，警方赶到现场，发现讲是一个34岁查某人，伊爬过铁网啊做的围篱啊，伫咧铁轨路顶头行来行去，佮爬一个围篱啊离开。台北捷运监控中心发现了后，随测量电源，确定人已经离开，才恢复运行。这个查某人已经违反到大众捷运法，上当会当罚到100万。铁丝网有损坏了，我们有跟监控中心讲。70早起有民众报案，讲伫捷运红树林站往淡水的方向，有一个查某人走入去轨道。警察去到现场，发现伊甲男朋友冤家了后，爬过铁网啊，入去捷运的轨道。分尸点有去互铁网啊刮到的空喙。差点无啉酒啦哦。消防队去到现场的时阵，这个查某人已经阁爬出来离开轨道，因为发现围篱啊有受损，警方随通报台北捷运公司，监控中心接到通报了后，安排双向列车停车嘛断电，一直到这个查某人离开，处理的时间差不多2分钟。实际去到红树林站，出站了后，轨道沿线拢有为2.5公尺悬的铁网啊，若毋是挑工的，无可能走入去轨道。架再高，感觉还是会有人要爬过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些人在想什么。不能因为情绪控管、个人的问题，造成大家生活的不便捷啊。台北捷运公司经过巡查，确认轨道无障碍物了后恢复通车，虽然无造成意外，不过这个查某人的行为妨害行车、电力或者是安全系统相关设备正常的运作，以大众捷运法，上济会当甲讨赔100万。妨碍行车、电力或安全系统的设备正常运作，可处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。后续本公司将依法向民众求偿。入侵捷运轨道的情形，过去嘛捌发生。亲像去年8月，高雄有民众伫真爱码头站等车的时阵，看到无车牌奥多摆徛伫轨道顶悬，佮经过车站，高雄捷运公司巡线追查裁罚，以大众捷运法相关的规范，非大众捷运系统的车或者是人员进入捷运路线、桥、磅空等等非提供予公众通行的所在，相当会当罚7500的罚款。也若即个爬过围篱啊，走入去台北捷运的查某人，因为抑个妨碍设备甲行车，有致使电力或者是安全系统设备无法度正常运作的疑虑，会当罚1万至100万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